继续嘛是高雄的消息，一个高龄94岁驾驶要打东啊，煞打做油门，结果规台车爆冲，先冲到一个路口闯红灯，有一个70岁骑士为着要闪避，全刹车受伤。啊，这个车佫一路向前冲，冲到后一个路口，冲去入人行道了后，弄入去停车场，弄害2台车。啊，这94岁驾驶本身头壳嘛弄着伤。 这辆轿车行过路口违规冲红灯，前顶直行的骑士紧急打档了后摔倒，吊衰驾驶无停落来，驶到后一个路口，冲去人行道，扫落来弄入去停车场。我看是联络的，因为阮这顶原咧开早我停伫停车场后代志，伤口弄到这里来啊！停车场的设备甲看板拢轰动到，2台轿车嘛拢轰动甲嗨起，吊衰的车头嘛拢甲密密麻麻吊伫咧停车场的入口，车顶阁有饼，驾驶的头壳着伤，公公坐伫边啊。就买烧饼嘛，红绿灯啊，要停了，但是脚踩错了。 没踩到刹车，踩到油门了，踩到油门了。开车已经50年了，从来没有出过问题。吊衰驾驶高龄94岁，讲是打唔到，打到油门，车辆才会一路冲。不过操作无细腻，造成70岁无辜的骑士受伤。佮甲停车场，佮有其他的车辆弄甲害去，连家己甲车顶的乘客拢着伤。刘姓驾驶与其后座乘客徐女受伤，将依肇事逃逸、过失伤害等罪。 侦讯后，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。交通部规定，年满75岁高龄驾驶每3年就要换新的驾照，就是要避免高龄驾驶因为功能退化所引发交通状况。这届高龄94岁驾驶因为打唔到，打到油门出车祸，高龄驾驶的安全性搁再引发着关注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